過完呢個五一假期，估計密實幾耐，房貸利率又要下調。因為前兩日央行講咧，要實時降準降息，隨佢提醒大家，未有調整呢個重定價週期嘅貸款嘅朋友，將1年期改翻3個月，咁樣你先可以好快速咁去享受呢個咁樣嘅降利率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唔係講你央行降息，你嘅房貸就會跟住降嘅，係要等到你嘅房貸嘅呢個重定價日嗰一日，佢先會跟住降嘅。舉個例子吓，比如講你嘅利率調整日咧係每年嘅1月1號，咁假設央行嘅5月20號上下咁樣公布呢個 LPR 降咗，咁你嘅房貸利率就只能夠等到明年嘅1月1號先可以跟住降。譬如講你將你嘅重定價日週期1年改為3個月，咁你嘅係每年嘅1月1號、4月1號、7月1號同埋10月1號呢4次就會跟住一齊降呢個調整嘅利率嘅機會啦。比如講5月10號 LPR 降啦，咁你最快嘅咧係7月1號可以跟住降，就唔使講等到明年嘅1月1號先降，明白嗎？目前睇呢個 LPR 未來至少2到3年係降嘅趨勢嘅。你睇呢幾年嘅 LPR 降嚟幾多次？達到目的未咧？未有，自己用手機 APP 就可以操作哈，當日就可以生效噶啦。馬式操作嘅咧可以好似我咁樣，喺手機銀行揾到你呢個右上角嘅客服，咁然之後問一下客服，就會出嚟具體嘅操作方式。又或者我之前咧亦出過相關嘅呢個重定價日嘅視頻哈，房貸相關嘅視頻咧亦講過好多次，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翻嚟睇一睇。咁之前嘅視頻講到比較詳細嘅，以後房貸有啲咩新嘅政策咧，我亦會及時同大家講。我係麗麗，呢個16年嘅房產人，我哋下期再見。